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5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约伯记38章22节到38节，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允。虽然圣经记载悲剧的人物约伯是一个义人，但是照着圣经的记载，当伊拄着困难了后，伊却用真长的时间、真大的篇幅，甲朋友辩论，来争论讲，若准有上帝时，互咱袂禁地想要搁倒转来第一章的记载去思考，约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伊的义到底是甚物款的义？或者是更较清楚来思考是约伯是毋是真正认捌伊所敬拜的上帝，明白上帝的旨意呢？真明显呢，约伯并毋是真正认捌上帝，就好亲像路加福音15章耶稣基督浪子披露中间迄个大囝共款。虽然伊真各样的义，为着老爸做工，却无明白，也是讲，伊的老爸上帝的心意。约伯记38章22节到38节，上帝继续挑战埋怨上帝的约伯。安尼讲，你减捌入去洗的仓库，减捌看到袍的库房。这个拢是我为着患难的时，为着三台甲战争的日准备的。死若对甚物所在射出去，东风对倒位扫过大地，啥人甲大雨开水路，甲雷电决定路线，啥人予落伫旷野，落伫无人徛起的所在。互趴远荒废的土地得到充足的雨水，互青草布衣发芽，雨水减有流白，露水啥人生的，冰对啥人会抬出来，天顶会霜啥人生的，啥人雨水变成做亲像石头遐尼重。互深烟的表面结冰，你减会当甲毛星拔起来，甲参星会大透开。你减会当互星神照季节出现，带报道甲伊的星群出来。你减知天的定律，减会互伊有权通管辖地。你减会当出大声命令云，互大水淹没你。你减会当叫死人射出去，互因讲我伫遮，请指示。啥人互红路者有智慧，知尼罗河什么时阵会泛滥？互家家有聪明，知什么时会落雨？啥人有智慧，通算云的数目？会当将天的水拢拼空，互土粉变成做独孤味，互土结归原。是毋是咱常常亲像约伯共款，伫咧拄着苦难了后，就袂记这上帝的应允，袂记这圣神的同在，将咱的眼目放伫咱所拄着的苦难。就开始埋怨上帝咧。基督徒应该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无论伫甚物款的境况的下面，拢得爱跟对上帝的脚趾，遵守上帝的诫命。耶稣基督伫受难进前，所有的军队者讲预言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，恁若听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对爸求，伊会赏赐另外一位为助者，通甲恁永远伫地。伊是真理的神，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因无看见伊，
嘛毋捌伊，毋过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同在，会继续伫恁的内面。上帝应允以马内利，耶稣基督应允无放杀军对伊的人，并且赏赐圣神保惠师甲世间人同在。圣神的降临代表着基督时刻的同在，也应允耶稣基督永远同在这个应允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对囡仔到婴仔的嘴唱出来。你起早要使方便着人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，你予伊比天使小看较低，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甲伊甜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你予伊有权支配一切。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感谢上帝赐救恩，互应允甲阮同在。求主帮助阮坚定的信靠啊！来真心来持守上帝的诫命，领受圣神的同在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